不如買呢條翹嘴，今晚精算啦。呢條廣東人唔係嗌翹嘴嘅喎，係嗌和筍同拗頸啊！咁不如買條鯰魚啦，你啲埃及嚟嘅喎，個頭有8條鬚，仲鬼死咁大條，餵狗都唔偷啊！要食呢就食本地塘虱，個頭有4條鬚，細條啲㗎嘛。分得咁清啊！咁唔好食啦，咁不如買條羅非算啦。非洲鯽啊，都可以嘅。呢條桂魚睇身都唔錯喎，清蒸桂花，夠清甜喎。哇，啲咩魚嚟㗎？咁大條嘅？啲大頭魚嚟㗎，頭大身細。你睇白色嗰啲啊，扁魚啊，頭細身大，仲有啲係專門改造嘅縮骨大頭魚咧。咁複雜㗎？唔算複雜㗎啦，草魚就叫鯇魚，大靈平就叫多寶魚，銀魚就叫白飯魚，黑魚就叫生魚。叫法咁唔一樣嘅咩？係啊，甲魚就叫水魚，河豚就叫雞泡魚，比目魚就叫塔沙，大石斑就叫龍躉。呢個好似魚乾咁嘅魚叫咩啊？咦 ，iPhone 15 Pro Max 喎。係啊，轉上邊嘅，用嚟影相啊、攝像啊，大屏幕夠晒爽啊，打機啜鼠聲，95成新外表同新機差唔多，自己用嘅話啱晒啦，先6000出頭，比新機仲要平2000幾。咁好啊！轉轉係國內最專業嘅官方驗二手平台，7天無理由1年質保，加上轉收口令大批補貼，即刻可以領取最高1000元優惠券啊 ！iPad 同大疆 Pro 其實3價錢都好抵啊，使錢使得啱啊嘛！想追求極致性價比嘅話，就去轉睇啦，最低3折就可以買得到大疆、蘋果、聯想呢啲咁大批嘢。哦，呢個係鱈魚製成嘅柴魚啫嘛。哇，嗰度居然有日本鰻魚賣喎！鰻咩魚啊？白鱔就白鱔啦，加日本嗰兩個咁嘅字就賣到鬼死咁貴。鰻魚叫白鱔啊！唉，算啦，冇講咁多啦，不如買條鯉魚返清蒸算啦。清蒸鯉魚，你都9唔搭8嘅。咁泥鰍喺廣東又叫咩呢？